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3，诗篇138篇80安尼讲：关系我的事，耶和华要正义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求你无得放杀你的手所做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无放杀你的手所做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光，是阮的拯救，阁是阮活命的快乐甲帮赞。阮要行治水，主啊！阮求救的时，愿你压耳孔来听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应答阮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阮，求你因为阮的对敌的缘故，带阮行伫平坦的路。主啊！阮就要唱歌学咯你的名的荣光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权能治理全地，你的目睭监察列邦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！关系阮的事，你要正义。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求你无得放杀你的手所做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